你繼續啦，做你嘅 introduction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苏丁，係，我是小芬。我是 Debbie。咁上一集我們是上次我哋係有提到，到底點樣令我哋自己容易瘦落嚟啦？啱啱過完年啦，我覺得呢個 topic 其實大家都好留意，也不只是大家留意啊，全馬來西亞人愛美的都會喜歡這個怎樣讓自己睡覺都可以瘦，什麼？什麼？瞓覺都可以瘦落嚟。睡覺都可以瘦下來？我真的是沒有聽過啦，講真。沒有聽過，然後我跟你講，是事實來的，這樣你相信嗎？有科學根據的，真的不是吹水的。這樣子我是有興趣想聽一下。不至於你第一天睡了過後，第二天哦，你就會瘦1 kg啦啊！但我們可以給你知道到底哦有什麼方法哦，可以讓自己哦睡覺都可以瘦下來。現在的人呢，全部都是有睡眠的問題啊。我的朋友是幾乎沒有一個10點可以睡得到覺的。現在基本上 basic 的睡眠時間都是2、3點，I think。對，特別是晚上的時候，idea特別多，對不？你是講那些在讀書的人啊，還是你在講你自己？我自己。像我自己本身也沒有10點啦，也是1點之前。我也沒有10點睡覺，但是我已經是調到是差不多是12點還是11點半。我可以早一點進去，10點半我要睡，我都可以睡。這樣，剛剛你們有講到啦，睡覺都可以瘦下來。這樣其實這個原理是怎樣來呢？這樣我可唔可以理解為啦，睡美人咪好瘦？睡美人係好瘦㗎，啱好瘦啊！啊！如果你睇嗰啲 celebrity 係咪？佢哋其實係好早瞓覺，佢哋可以早醒，但係佢哋唔可以遲瞓。除咗係有嗰啲黑眼圈嚟自啦，佢哋其實係都知道講，佢哋瘦落嚟咧係必須要早瞓覺。幾早10點，真係10點。10點係最靚㗎。點解咧？因為其實我哋瞓覺嘅時間就係有2個荷爾蒙會出席。OK， 一個會係10點出席，一個係早晨7、8點嘅時候出席。所以如果我哋嘅時間搞亂晒啦，呢2個貴賓啊，可能係一個遲到，一個早到。個片長遲嚟，一個咧遲到。呢個2個主角啦，佢喺我哋嘅瞓覺嘅 characteristic 入邊有咩咁重要咧？佢扮演咗什麼重要嘅角色？重要。我哋比起一個名堂啦，好冇？我哋講嗰個10點嘅咧，就係夜晚啦。夜晚嗰個係叫做黑夜神啦。好啊，黑夜神啦。OK， 容易記啊，黑夜神，我哋請佢嚟噶嘛。所以黑夜神其實係好重要。點解咁重要咧？我哋嘅身體要瞓覺，我哋係需要到佢。我哋嘅身體要增加嗰個 brown fat 都係需要到佢。我哋嘅身體要調理好我哋嘅嗰個新陳代謝都係需要到佢。所以如果你唔係10點瞓覺，你係遲，你2點凌晨2點啊3點，咁佢到咗啦，佢睇到你都未 ready，咁佢咪退出咯。當佢退出嘅時候，咁你又眼光光望天光，你就覺得好已經好精神咗。嗰陣時另外一個荷爾蒙就到啦，早晨嗰個，早晨就早到咗，所以你就唔需要瞓覺，到天光你都覺得係好精神嘅。但係你嚟到晏晝嘅時候，你就覺得成個人謝晒咗，因為我哋嘅嗰個 body clock 已經係搞亂晒。我2個上片場嘅時間調亂晒咗。即係話要佢做工嘅時候，佢就唔做工啦。係啦，所以你而家相信冇？只不過係你需要調理你嗰個瞓覺幾點開始瞓覺嘅時間啫。但係咁喎，咁咧消音喎，係咯。係咯，我真係好難瞓覺嘅人嚟嘅喎。捨得瞓真係瞓唔着，有分別喎。係喎，究竟你係咩問題先？你真係瞓唔着？係啊，瞓唔着，因為又係真係唔甘願瞓覺哦。有時候 idea 多啦，做工啦，你知啦。靈感嚟咗係。係啦。你嘅靈感係幾點到嘅先？半夜1點幾2點咯。你 sure？係。如果我可以說服你話，如果你係瞓夠咗，你3、4點嘅時候起身，你嗰一刻嘅時候咧，你嘅靈感係最靈嘅，你嘅 idea 係最強嘅，係最多嘅，係好過你1、2點嘅時間嘅。咁我可唔可以說服到你早瞓覺早醒咧？即是話4、5點係你天靈蓋打開嘅時候。係喎。吸收。
你解決唔到嘅嗰個問題，你一直喺度揾緊嗰個點樣去解決個問題。3、4點嘅時候，你就可以有嗰個靈感。咁你係咪要提早啲瞓覺之後，你3、4點醒，你就喺度等靈感嚟咧？咁我誒呢啲係有真係有根據嘅喎。係啊，啊，咁我今晚試下啦。好啊，就今晚試下，你聽日就睇，俾我知道。我聽日就俾你靈知道啊感係咪好啲？不過今日你係咪瞓到覺先？我唔確定喎，哦我就係唔確定啊嘛，所以我問你有冇啲適合懶人如果真係瞓唔到覺，但是又想提早瞓覺，我想要早一點去改掉這個壞習慣的方法，咁啊去輔助。有啊，嗯有㗎，因為你嘅身體嘅嗰個body clock 已經係走咗。時間瞓覺嘅時間已經走咗，所以你唔係話講，嗰個黑夜神嚟就嚟嘅咯喎，你唔係要接佢，好似我哋接接財神咁樣，你嚟啦你都係要嘅，係早咗啫，因為佢覺得你唔需要佢。係啱，明白因為你遲瞓嘛，所以佢就覺得你都唔需要我啦，我嚟做乜嘢咧？所以依家係你要有一個習慣就係你10點你就上床。閂晒嗰啲燈，無論係咩時間，你嘅電話響都好，你都冇去接，冇去睇電話，冇去睇電腦，冇去睇電視。有啲人係講，我睇住電視個仔可以瞓㗎，啱咯，電視睇住你啊，其實唔係你睇住電視瞓覺。所以其實你如果係有呢啲咁嘅光燈，係會影響到黑夜神，都話係黑夜神咯。接唔到佢。係你接唔到佢嚟㗎。如果你係有太多光燈嘅話，呢個係其中一個。第二個咧就係，如果你愛唔好話騙我哋嘅身體啦，但係因為我哋嘅身體嘅狀況係你要製造係一個假嘅黑夜神，即係你通過你要睇醫生啦，當然你睇醫生可以開嗰個配方俾你，之後你食一段時間，其實唔需要食一段時間，你一開始食嘅時候係咪你嘅身體就可以即刻咁樣可以瞓？係啱，我喺過年之前，因為我盡量係調翻我嘅睡眠時間啊，因為我哋都知道嘛，無論我哋做幾多嘢，但係睡眠做得唔好嘅話啦，其實都係個效果，我哋美容嘅效果又好，咩嘢都會增啲嘛，塑身嘅效果。咁我能過年之前咧，我就開始咗呢個黑夜神，再加一個女性荷爾蒙嘅，一齊去試下。咁自從我發覺頭一個禮拜咧，我就已經 feel 到好特別嘅效果。咁最特別嘅效果就係嗰晚我可以瞓落去瞓覺，但係我一直發夢。咁發夢嘅時候，當然第二朝起身真係好似早暈咁樣噶啦，失神噶啦，瞓得未幾好嘛。咁我開始咗之後咧，我發覺頭一個禮拜令我好覺得好特別嘅就係，起碼我成個過程我瞓咗落去啦，自然咁樣瞓落去，跟住後係冇咩發夢嘅。呢啲嗰啲減肥藥咧又有副作用啦，跟住咧又會整到我哋好唔舒服啦。咁如果瞓覺都可以瘦嘅話，呢個錢都係花得幾值㗎。值嘅300蚊用喺3個月嘅時間嚟調整你嘅嗰個瞓覺睡眠嘅問題，係最基本嘅嘢，啱。最基本嘅嘢，瞓覺真係最基本嘅嘢咁樣。當然仲有第二個情況啦，就係之前我都有一直持續咁樣臨瞓之前咧係有食佳響力，即係頭先很慢力先幫助放鬆。只不過係有咗細路哥之後咧，因為嗰個壓力好多嘢仲有我哋嘅頭腦用得更加多咗，所以到時間瞓覺嘅時候咧，未必可以即刻瞓覺，所以我就需要 extra add on 呢個嚟幫助更加容易瞓覺。其實第一個好多嘢我都盡量做咗㗎啦。所以我發覺呢個效果係對我嚟講，目前我真係好滿意啊。好滿意。OK，即係話。所以而家你而家都明解啦，點解我話你瞓覺都可以瘦啊？如果我想要好似睡美人又靚又瘦嘅話，咁我哋就可以參考佢哋兩位所講嘅嘢啦。係啊，多謝晒你哋嘅 information。因為我講起啦我哋瞓覺其實係需唔需要瞓足夠7個鐘、8個鐘，淨係俾我哋嘅身體足夠嘅時間去康復去消補去修補我哋嘅身體。係咪一定要7個鐘？你瞓幾多個鐘咧？7個鐘因為我有貧血，我地中海貧血，所以我有發覺到如果少過6個鐘，對我嚟講比較挑戰啦。7個鐘係比較好啲。你咧？我都係瞓夠7個鐘。我有發覺到我自己有一個習慣，就係我諗住我要瞓8個鐘到9個鐘，正叫做足夠，因為我遲瞓。我以前咧不嬲讀書嘅時候咧，都係有一個習慣嘅，
就係我會讀書讀到4-5點，之後瞌嗰2粒鐘，之後就去翻學。尤其是係考試嘅時候。但係咪？有冇試過空白啦？即係話係咪？你唔瞓覺，之後就去考試，因為驚講乜嘢咧？驚講係講，我瞓咗可等下我讀嘅嘢咪所讀嘅嘢唔記得晒，所以最好係唔好瞓覺，就 carry on 繼續去考試。好彩啦，都未試過係講真係 black out 全部嘢唔記得。但係我知道咁樣嘅習慣咧係好差嘅，好差嘅。短期用嚟短期考試 OK， 後生嘅時候可以咁樣做，但係依家如果你叫我唔瞓覺之後，你叫我去interview 又或者係去考試嘅話，我覺得我真係會一片空白。所以都差啲啦，唔夠瞓或者時間啱喎，係喎。記性啦。所以我就發覺到，其實咁樣嘅習慣咧都唔可以維持太耐，因為我都知道講已經冇咗嗰個30黃金時候啊 ，OK， 都5字頭都嚟緊啦，OK， 所以一定要開始照顧身體，我就開始調整我瞓覺嘅時間啦。反而我發覺到我調咗喺過後，我瞓5粒鐘幾都已經好足夠。之後我仲有發覺到一樣嘢就係嗰個 deep sleep 啊，我瞓沉嘅嗰個時間係長咗嘅。我有一個問題想問你啫，就係好多人講其實到咗一個年紀啦，我哋講嘅佢所謂嘅年紀應該係講50歲或者60歲呢個期間嘅時候啦，好多人會講 feedback 講其實嗰班係瞓8個鐘，而家陸續都係講瞓到5個鐘或者4個鐘我都聽過，係咪因為到咗一個年紀即係上咗年紀係冇辦法瞓超過㗎？我就有留意到，呢啲上開年紀嘅人，佢哋係退咗休啦，得閒咗啦，冇咩嘢做啦，身體唔攰啦，咁你當你身體唔攰嘅時候，你覺得你需要瞓到7-8個鐘喎？冇啦，唔需要啦。因為你嘅身體，你日常嘅時候你都冇用到好多精神，亦都有可能係荷爾蒙失調。好似我聽比較多嘅係停經咗嘅女人會 feedback 俾我知道，就係瞓得睡眠好差。如果係講係睡眠好差嘅話咧，你就可以你愛確定啦，佢係咪因為荷爾蒙嘅問題咧？你就可以問佢嘅身體有冇乜嘢狀況變化咗、唔同咗。比如話比較喺冷氣嘅地方，佢都比較容易流汗，佢就一直同你講我好熱啊，點解你冷氣開唔夠大？查實咧其實係 OK 嘅，係佢自己本身覺得熱嘅啫。又或者係佢瞓覺嘅時間係一到要瞓覺嘅時間，佢就一直喺度飆汗。其實係停經嘅嗰個症狀嚟嘅。之前同埋之後都有㗎啦，都會有。都可能係因為荷爾蒙失調，所以佢就搞咗佢有睡眠嘅問題。明白。咁都係可以通過頭先我提起嘅方式，不過係可能需要配一個準確嘅女性荷爾蒙同褪黑素，導致我哋講嘅黑夜神嚟幫助嗰個度過嗰段期間嘅。啱。我哋嘅身體嘅女人荷爾蒙其實係我哋可以去揾醫生去診所嗰度 check 嘅。係如果你講係有冇得 check 我嘅身體嘅嗰個黑夜神係 check 唔到嘅，check 唔到嘅，係 check 唔到嘅，即係隱形嘅，係隱形嘅，早晨係 check 唔到，早晨 check 到，早晨 check 得到㗎啦。早晨佢份量佢有高低嗰個係 check 到嘅。即係話你要瞓覺都係靠自己啦。係啊，肯定靠自己咯，唔通靠人哋咩？呢個世上有乜嘢係唔係靠自己嘅？瞓覺要靠人哋，明白嘅。咁都可以睇下觀眾之後，或者係大家有啲乜嘢係瞓覺嘅問題，或者係你點樣幫助自己可以更加好嘅睡眠，係可以分享俾我哋知道啦。係喎，有冇其他有啲事秘訣可以分享下嘅喎？有啲係聽音樂冇啱冇錯嘅，其實如果大家有什麼特別可以讓自己快速的睡覺的方法，大家都可以留言在下面的啦。係啦。